2025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將會喺5月17至25日喺卡塔爾多哈上演。中國香港乒乓球隊派出5男6女出戰，其中混雙組合黃道佩、黃鎮廷、杜凱琹將會喺5月17日迎嚟首場比賽，對陣嚟自新加坡嘅彭科恩、舒倫西。黃道佩之前曾經3次獲得世乒賽混雙銅牌，今屆比賽佢哋希望能夠更進一步，目標係助銀望金。今屆世乒賽分別設有女單、女雙、男單、男雙同埋混雙共5個項目，抽籤已經喺上個月底完成。除咗多位經驗豐富嘅球手外，港乒今屆陣容入邊不乏初次征戰世乒賽嘅年輕面孔。領隊李靜坦言，一切圍繞洛杉磯奧運部署，期望年輕球員能夠喺比賽入邊成長。李靜又指，球隊旨在以老帶新。黃鎮廷表示，今次抽籤對港乒較為有利，提早避開唔少傳統勁旅。不過佢坦言，若果要拎到獎牌，港乒必定會經歷1-2場艱難比賽，但自己有信心去解決呢個困難。黃鎮廷直言，希望能夠第4次企上領獎台，但獎牌最好係換個顏色。杜凱琹表示有信心爭獎，我哋最快對到最強嘅對手係朝鮮隊。佢指呢一隊雖然唔係曾經交手嘅巴黎奧運組合，但喺亞洲錦標賽亦曾輸過，今次可以睇返錄影，提早備戰。